项哦，看起来真正有够好食的啦！吼，我即马就想要来食。哇，这香的呢！哦，哪会这香啊？哇，而且这里还青草啊！哦，哇，白大海你足大心的，你搁传这道，你知影我要来是无？啊，不过我跟你讲，我已经吃饱，袂枵。伊吃饱啊，毋过哦，白大海，你是毋是母唔对？我有甲你讲过啊，我甲洪小琴要去办代志，阮会伫后口食，啊，你哪搁点一道啦？兄弟，你是毋是有啥物误会？啊？这是我家己想要食的啦。这拢你要食的？嘿啊，我是讲哦，再甲点过，啊，遐嘛点过，我哪会知影？我点安尼哦，规底倒啊。哦，安尼哦。差不多10个人咧食。对啊，干嘛点伤济？遮尔济，你若是食袂了，你是隔工，你是扁起隔工食是无？无啥物变起来，甲倒掉啊，无要怎处理？你安尼真讨债呢？根本讨债。当嘛讨债啊！你平常时讲啥物我当生，我毋是当生，我是卖讨债。明的当生哦。我是卖讨债啦。真正卖讨，这伤讨债啊！安尼收讨债，你敢知哦？看卖台湾哦，平均每一个注意听，台湾平均每一年浪费62万吨的喷呐，哇！到底1万吨的台湾1公亿的，你敢爱喷足惊人的呢？而且吼，这咱若是浪费遮的，这食物就是对不起迄辛苦的作息啦。啊！而且迄喷的气会排一种无好的气，伊会互阮的互迄地球啊愈来愈烧热，会破坏生态。安尼哦，袂当浪费。原来讨债物件是这样伤害咱的这个环境的哦。地球呢？对啊。是啊，不过你若是想要知影要安怎处理食不完的食物的时，你会当请教阮的队员。哦。阮的队员拢知影。不过咧，甲你分享进前，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。好，来。小朋友看头前大声讲出咱是啥物队？阮是帮你花队。好，自我介绍，你是派的。太太。好，第二位。大家好，我是新秀。新跳。好，第三位。大家好，我是基文。基文。大家好，我是追影。有淡薄仔秘术啦，歹势。要紧，只要你会使甲阮分享讲，有啥物方法，通啊袂安尼讨债者的食物，敢有啥物方法嘞？卖买遐济。莫买遐济，你若枵，你就点一项就好啊，你点到遮侪项。是。啊，还有其他方法无？心晓有无？食偌济，摕偌济。咱就是吼，摕咱食有够就好啊，有够就好啊，莫浪费。啊，还有无？煮拄啊好就好。哦。若拄啊好就好啊。哦，你较拄啊好的哦。传拄啊好就好啊。伊甲你讲，你较拄啊好。后一位。煮较少的。煮较少的啦。煮较少的。哦。对啊。因为嘛是爱看大个人的胃的大小。够量啦。对啊，而且吼，即摆吼有足侪社团吼，拢咧处理这种食袂了、用袂了的物件。啊，你若吼伫咧这个社团提出的话啊，这附近吼有的人吼，就会来甲你斗饮斗食，安尼吼都袂讨债啊，你知无？是啊，而且世界上有真侪人吼，也巴肚无物件会用食，咱真正足幸福，会当选择真侪，所以咱祝福。祝福啊，祝福，真重要。我知影你吼，你第二教安尼讲经说教，我头壳足痛。我知影，我以后袂讨债，我会好好珍惜这个物件。是，啊，你若是想要感谢我这个文静人，我是感觉吼，你应该互阮提补偿啦。而且我甲你讲，你若是浪费食物，以后若是到地府的时阵，你甲这浪费的物件，就是这喷，要叫你。哎呦，好食。今日互阮情绪控制啊，叫我讲咧落地个。啊，毋过你讲了安尼有道理。是无？安尼哦。补偿。村长，讲安尼有道理。啊无哦，互因好啦，无一定会提。嘛是啊，啊嘛是为你好啦。对啦，好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叫阮的名，即管是新鱼仔的挑战，恁虽然拢有一个称呼。看阮叫到倒一个鱼仔下落来，若伸到一尾鱼仔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探险队，恁的皮就甲我平较安呢。好，来哦，大家对恁头壳顶迄个字敢有熟？
这位你是阿姐，阿姐，阿姐，阿姐你的声阿姐，阿姐，阿姐，哎，有模仿阿姐的声阿呢，姐的声，袂歹哦。啊，咱即问你的，你的字是啥？阿姑，厝的有叫敢有阿姑？有啊。啊，你几阿姑？姐，阿姑，过年红包有包较大包。无，无，我跟你讲，阿姑拢做当生，阿姑拢包200块。什么阿姑？我做阿姑的，你阿姑拢200块，那是你阿姑的代志。当生的啦。嘿，当阿姑你用包啊？你要包偌济？你要讲阿姑要包偌济才会合理1000， 1000，哇，那一定超过，绝对超过安。尼千里啦，较好听。超过3、4倍以上，好不好？差不多是爱这个抗战嘛。阿伯，阿姑，你无。阿伯，你的顶冠是啥物字？贝，伯，阿伯，来，说来，心向你这个字是啥？哥，加油哦！来哦，现在加。来哦，准备，第一位是阿姑。阿姑，三弟啊，来，下个，第2阵，哦，就过来哦。来，哦，志文厉害哦哈！哎呦，是，来，秋哥，哦，来，静，来停，来，娘王，贝，快停，好，来， 7月15号安怎？好的，哎呦！拜拜呢。阿姨，啊，袂使提示啊！阿姨来，廖金，唔对，廖金啊，我音。停，哦，来，靠头前，大邯郸，邯郸啊！阿哥，台中上界有名，台东啊，台东，台中是啥太用片，阿伯，发音唔对，贝，八，停，好，来，这就哎呦，做招哦！停，这 pass 吧，pass，好，这才，这有较困难啊吼，台路有较困难啊。大路真正较难。哎呦，阿姨看头前，棒，胖啊跑，哎呦，哦，阿姨无简单呢。哥，停，哎，阿哥来，金红，哦，水，啊，新红对，来，阿姑，阿姑啊，好来，放水顶，哎呦，来，最后一位，几地啊，上尾啊，阿哥，阿哥，差一尾俩吃着讲着哦。阿哥，来，要 pass 吧？阿哥，要放弃吧？小妹一个放弃，来，谢谢。好来，煞马无伊啊，咱来问一下咱的队长，哇，这2字到底是安怎念因的？为因是不是走去啊？是姚景，哦，廖金，姚景，要，嘛有人讲廖景，廖金嘛一样。对，啊，毋过就是这2个音拢有人读跟我，讲文，那个文章，嘿，文文章章，哎呀，意思共款，哦，姚景，文章，文章共一个意思。好，水鬼做久生啥？生红，红，就表示讲哦，你这个课你若是做久啊，就是升官，先关。对吧？不管是你做的工课是啥，咱就是豆豆做，一定会愈来愈好，好好拍拼愈爬愈呢。悬。是，哎，好，来看嘛，高地摕一块大片，一块鸟，来一块。这边那个退后者，来看要搭伫咧倒位拢会用的哦。这第一关呀，会哦拜，拜哦。好，第一关一块大片，来紧啊，豆豆啊来哦。第2关准备接招，现在噶。台语上咧等，脸仔顶的2个人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作答的人讲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包落来进前看又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大片。若惊险，就赶紧落来休困。坏保障，恁就摕袂走啊！
来哦，第二关开始进行。咱中华花坛的囡仔姊要来分享因遐特产，互咱志颖来甲咱介绍一下。你遐上有名是啥？王梨花，芒梨花、梨花是茉莉。哦，茉莉哦。你是拢会开真大片啊？是哦，啊是恁家己厝内面敢有咧种？无无。啊，而且头先你开讲的过程哦，听讲志颖，咱是毋是足久之前就熟悉啊？有足亲的缘分，足深的缘分是。偌久的缘分？你讲来讲互大家听。 10年前， 10年前哦， 10年前， 10年前，迄当阵咱是伫咧什么缘分拄着的啊？考蒸肉丸机，烤春肉丸机，啊，你卖肉丸的，嘿，啊，迄是恁的，阮阿祖的店恁阿祖的店哦。啊，我是去遐创，去遐食尔哦，拜访，啊去遐拜访。哦，伊讲拜访哦，哦，恁甲伊阿祖，我是去遐采访。哦，采访，嘿，我是去遐采访，了解因的肉丸真好食。原来就是恁阿祖的店。既然有这个缘分，希望今仔日的题目恁会使有介意，啊会使过关摕宝藏。会当放水一下。哎，袂使，看恁家己实力啊吼！加油来哦，尹大家，来，几个哩？ 2个梨，1月1号， 1月1号，王蛋我那对哦，哎，好，来，卖必须几个哩？讲出来。 2个梨，2个1，什么物件？你就介意这物件，你会想要用手机啊，甲伊捞落来，老了啊，迄两个再拢你都会摕去中间洗出来。相片，啊，对了，相片，有啊有啊，来，几个哩？ 一个梨，啊，一个你哦，叉菜做啥物？煮饭的用叫的。油。哎，来，几个哩？ 2个梨，你感觉这物件足细，你会用啥物物件把伊看起来较大？假期，伊讲假期你要是不是？ pass？弟弟，好，我看你的小一题啊啦。这是啥？ 2个梨，今仔日就是啥物？一个龙呀，天气，今仔日足寒。一个天，哦，讲过讲过，着啊，拍摄，几个哩？ 2个梨，伊会开心，两个你也开伊会鸟啊，孔雀。孔雀，对，对，来，你卖必须啊，哈，这样讲。 2个梨是台湾上南边，昆东来冰冻，冰冻的，冰冻对，冰冻有啊。对。好， 2个梨，阮今仔日有带回大啥物？第第三，三，来后一题， 2个梨有10分钟甲20分钟。塔克。啊，对啦，太几对，个哩？大声讲出来就对啊。一种菜，今仔日食了，明仔载就会会看到伊。今仔日食了，明仔载还会看到伊。哎呦，真正多。哎呦，你拢有看过啊？啊，一定是的啊。 3个梨，田螺啊开的是啥物？现楼啊，就是我，伊开啥？伊开啥？现楼啊拢开。还什么？还什么？还什么？他是叫好听的，啊是要拍死伊讲拍死，伊袂晓念迄字啊。 pass，来 pass，你嘛要无啦？ pass 伊来 pass 啊。无啊。头先其實你已經甲華語講出來，放大鏡到底安怎念？敢唔知影？哈鏡，探鏡，哈鏡。就你若真正感覺這個物件做細，摕出來看，其實恁講甲足準啊，只是講台語唔知安怎念，咱做伙念一解。探鏡，來安怎念？汗流。愛穿叫做衫，對，哦，穿花套，水穿衫会感冒。通常天氣的攏會變甲差不多10度以10下。度啊，安尼就10使度以下啊。就是哦，是寒流來啊。好，來後一題，安怎念？海賊船。迄個船啊，船長袂使講啊。哦哦，迄個換頭的人，叫船头人，伊
伊一支手是狗啊，啊一支目睭青眉。对，伊是因知影因不要讲台语啦，迄字啦。啊，对，头前有对对。啊，主要是擦。来，安尼咱个复习者，海擦船。海擦船。好，来看觅啊，八地，哦哟，两地大片啦，来，摕。一定爱感谢咱主文嘛。嘿啦，这是伊的基文真正这厉害关。是一拍落来。你拍落来天下啦，啊，大的迄个是拢无爱讲话。好，小兵来一下伊的。拍摄。歹势啦，尽量啊啦，咱尽量啊。厉害啊。好来哦，看觅啊，上尾关，现来个。有话做你讲，是位探险队员开炮来弹海贼，若拍到硬海贼，就一摆做怪机会。我就来看恁伫咧时间内会当完成几句，我伫遮祝福你，永远写袂掉。哦，哇哦！如果来到大型号上较骄傲的一关啊，是唔对，咱的大炮。跳大炮，这准度非常的重要。恁敢捌去夜市啊耍过一寡甲准度有关系的游戏？有无？像是扑克啊，还是讲射气球啊？射气球，射气球。啊，敢捌甲礼物砸断去过？有你尽量啦，准度真正是非常的重要。对。哎呦，起来噶！来看觅有你出来无？小心来呀！来啊！哎呦，准度啊！会当讲啥？无哎呦，伤悬哦，伤悬哦。白啦。哦。闪过。一看就知影无咧去夜市啊！对啊，你礼物一届早袂转去啊。弯头！一届拍人去卡着你。刚刚一个哦。看着我游记，出什么呢？飞！来，错甲白。出什么呢？飞！来，错甲白。伊出遮好就送去病院。哦，伊出车祸送去病院。哎呦，袂歹哦。后一位，来。看觅阁有你出来无？伞，迄个是伞。伞，买那讲伞伞，，拢会使。伞啊是线拢一样的。伞。哇，这准啊！哎，咱讲啥？伊头拄只假，真的就是有去夜市啊。伊袂就散步去迄地方食面。对，过关。后一位。看后一位，波2、4出来哦。哎呦！哎呦，到啊！你要拍到第二哩才有 bonus 哦。啊，毋过吧会晓念哦。哎呦，第二哩想看卖迄哩安怎念啊哈？剑。君，啊！无啊。无当的 bonus 讲较好。好。伊决定全部拢互你讲。伊决定全部拢互你讲吼。对，来，继续看觅后一题。你出来了，哇，你是啊？喊时间要到咯，加油哦！时间无等人的哦。从尾10秒哦。收过去啊！时间到，哇哈哈！咱来看觅啊，吼，咪加伞还是伞？伊散步去食面。哎，散步去食面哦，会用真好啊！今晚面互村长煮甲蒜糕糕。蒜糕糕。会用诶。好来后一题，后一题。
啊，头先你的 bonus 无单到，恁个知影 bonus 是啥物字？忍，忍，咱做念一解，忍。伊讲话足歹听，哎，伊讲话足歹听啊！互人感觉就歹。尴尬无爽快。啊，水啦！安尼即句就赞啦。好，来看卖，哈哈，三题，一块大饼，一块尔。现在听起来真欢喜。欢喜啊！今晚你可以摕一表示咱有个大秀起来啊！这个想有黄鼠狼偷呀嘞。哎，拢一样。这个是我的性格啦哈。笑干嘛？靠了四块大饼，我较安心嘛。啊，毋过真歹讲，敢摕到咧，赢来个。哈哈。一半的机会，恁敢有想要刷位？有哦，弟，你想要安怎刷咧？直接摕刷你想要摆的位，来，啊，这会当洗哦吼。好，会再洗。好，啊，其他的无？其他要刷无？有无？诶，哇，这么这期待上新的这个状况。袂使用提切。我感觉这足歹讲诶。我也看开生电视，我知。唔是啊，小兵有想要刷位，你是袂想要刷位有？别种想法了。你会当刷，无要紧啊，你。因为你想要刷会使刷，袂要紧。会摕大片啊，我给把。好，你搁刷者，你搁刷吧。好啊，你会使刷。家己摕，家己摕。你想要刷迄刀？哎，对，你看，搁甲刷灯伊。哦，你看咱就是安尼啊。这已经就是一半一半，不管你安怎巧，到底中华花坛小朋友敢摕到宝藏咧？请背。太大了，哇！有吗？哇！赢啊！有啊是无？对啊，对啊！无呢？有吗？有啦！外宝藏，万奖！刚刚得到的是木造七头米，来，哇！这是海洋造型的，还佫有猪仔台，恭喜啊！赞哦！哎，这真正差分分啊呢！对啊，混啊！是不是？啊，你今日参与的心情啥款？哎，什么心情？紧张还是欢喜？除了紧张以外，一半一半。所以有一半欢喜，一半紧张安尼啊，是吧？好，啊，弟你咧？以后该来阮兜食肉丸，我免费给你。啊，那下水啊！免费食免费肉丸。你讲中华会团嘛吼？好，太好啊！一定爱去哦。啊，这问你咧？我就欢喜。欢喜啊！有感受，伊底下伊用性命咧耍游戏，这种精神咱绝对破声搁甲吹落去。嘿，厉害！快弟你诶，心情啥款？欢喜。哎呦，哎，有淡薄避暑啦。好，安尼我有感受到你的热情诶，是紧张还是欢喜？选一个。欢喜。哦，安尼就好。继续讲台语，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到底讲。